結婚係人生一件大事嚟㗎，新人咧梗係要隆重其事啦。不過今時今日要搞一個完美嘅婚宴，真係一啲都唔簡單㗎。特別係選擇一個合適嘅婚宴場地，對於新人嚟講，佢哋遇到嘅問題更加係層出不窮添。到底點樣做，我先可以揀到一個啱自己心水嘅婚宴場地呢？婚宴嘅菜式五花八門，到底我又應該揀邊一款先好啊？縱觀成個婚宴嘅籌備過程，我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？稻香集團旗下設有2個宴會品牌，其中一個就係迎喜大酒樓，佢係以中式筵席配以西式排場而著名，總共有11間分店，遍佈港九新界。單憑一條彌敦道就已經有3個婚宴場地，每一間都各具特色㗎。位於荃灣嘅迎喜大酒樓，樓高16尺，方形嘅宴會廳感覺貴麗堂皇，氣派非凡。加上全新嘅鐳射燈同煙霧機等等嘅設備，可以營造出唔同嘅現場效果。配合新人創意之餘，亦可以增添浪漫氣氛。除此之外，鄰近亦有屯門同葵芳2間分店，都係一個浪漫婚宴場地嘅選擇。位於銅鑼灣皇室堡嘅分店，鄰近港鐵站，交通方便。全場採用無柱式嘅設計，寬敞開揚，更配有落地玻璃，可以盡覽維多利亞公園嘅醉人景色，締造出新人夢寐以求嘅完美婚宴。至於場內嘅佈置，更加係打造理想婚宴嘅關鍵。全新裝修嘅杏花村分店，加入新穎別緻嘅立體花同蝴蝶做裝飾，雍容典雅。另外仲有中西式兼備嘅佈置，一定可以同時滿足新人同長輩嘅要求。除此之外，大埔、將軍澳、觀塘同香港仔分店都係位於該區嘅心臟地帶，同樣方便新人選擇。另一個值得介紹嘅地方，當然唔少得婚宴嘅重點之一——佳肴美饌。稻香集團嘅出品一向都有品質保證，所以稻香嘅婚宴亦都會秉持集團嘅一貫作風，務求滿足到每一位賓客嘅味蕾，令佢哋留下美好又難忘嘅印象。對於即將結婚嘅新人嚟講咧，籌備婚宴嘅過程一定好緊張啦。一方面又擔心會超出預算，另一方面又要關心每一項細節喎。稻香集團就係深深咁明白到每一對新人嘅擔心同埋疑慮，所以特意安排一系列嘅貼心服務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輕鬆享受籌備婚禮嘅過程同埋樂趣嘛。Hello， 陳小姐，以你嘅經驗所知咧，新人籌劃婚宴嘅過程當中，最常會遇到啲咩問題呢？喺新人籌備婚宴過程當中啦，有好多嘅因素要考慮啦。最常遇到嘅困難就係新人揀選咗好日子之後啦，擔心佢哋個心儀場地被訂咗啦。咁同時亦都大部分嘅賓客嘅人數未能夠確實，咁好難去作出嘅決定。咁你哋會點樣幫助佢哋解決以上嘅問題呢？我哋會安排翻婚店嘅宴會專員，用心聆聽翻新人同埋雙方家長對婚宴嘅要求，建議翻最合適佢哋嘅婚宴場地。其實幾時你預訂個場地係最適合嘅咧？實際上好多新人咧都擔心自己心儀嘅場地咧會冇位嘅，我哋建議翻預計9個月至1年嘅時間咧去預訂翻酒席。揀選咗好日子嘅話，都盡快同我哋聯絡或者查詢，咁我哋會可以幫佢免費暫留翻我哋嘅宴會場地㗎。咁我點樣去根據自己嘅預算揀最適合嘅婚宴場地呢？就如我剛才所講啦，我哋會建議客人因應個人嘅需要去揀選翻宴會場地。咁客人都要需要清楚知道宴會場地嘅包場金額同埋席數去作出決定，咁先可以揀到佢哋嘅理想婚宴場地㗎嘛。稻香集團一直提供一站式嘅婚宴服務，指嘅又係啲咩呢？指嘅係一條龍為新人提供整套嘅婚宴服務。我哋會安排宴會專員關心客人嘅需要，解答佢嘅疑問。我哋仲會有好多嘅宴會配套提供，包括印刷及設計整套嘅請帖、婚宴海報同席燈，提供花車車位、結婚蛋糕、席前小食等等。總言之咧，有關婚宴嘅項目，新人都可以感受到我哋最窩心嘅服務。換言之，只要揀啱婚宴場地，你同你嘅親友都能夠感受一個圓滿婚宴所帶俾你哋嘅喜悅。
喺呢度，我衷心祝願你哋嘅婚宴能夠成為你一生之中最美好嘅回憶。